OK 啦。高官一嚿。等埋我啊！喺度。唔該晒，唔該晒，唔該晒。今晚一個會講嘅，冇錯啦。199做今日後備，做緊1。OK， 199做後備。可以幫下我啊，唔該。OK。哇，咁準時開走嘅，我真係。應該係你幫下我，坐入去入。我咁實緊啦，你得。好啦，唔好推住先得啦。今日上班後備。喂，咁樣得啦，咁樣得。唔該晒。幫我手先啦，唔該，後備。你係咪要啊？係。你幫我，我要坐入面啊。得啊，而家咁實緊啦，冇。我救星度。唔該 ，thank you。你今晚頭先應該拎定我哋。你嗰日去咗邊啊？5月母親節嗰日，你去邊條路啫？呢條母親節嗰日。咩啊？你話母親節？係啊。好似同我譬如做咗260C。唔係啊，母親節啊，5月10號啊。母親節啊，5月10。我嘢仲係5月10號。咁大雨嘅真係。雷暴警告啊嘛。唔一定係雷暴警告㗎，可能即係天氣熱，可能會有雷暴警告㗎嘛。5月10號我去咗深水埗。5月11號咧？11號啊！我同阿希神去咗呢個大圍嗰個維坊商場。跟住咧5月11號咧，5月我咪話5月11號我咪去咗大圍咯。跟住有冇影14區巴士節啊？冇啊！我同希神只係錄咗281。係啊，我原本嗰日想去影287㗎嘛，原本想同你一齊影嘅580。因為我唔得閒啊嘛，改咗啊嘛，記唔記得先？3.01 可以講時間準備，跟時間翻去。你去中路站落係嘛？係啊，過去啦而家。你搭屯馬線鑽石山轉咯。可以啊。鑽石山收幾蚊啊？最真招有時都話我好過分啊！最真招，都唔好成日話人哋有權話你㗎。有啲人都解封翻我咯，希特都。我知啊。真係唔好一直喺度啄住人話住人咁咯，真係費事咁樣會真係咩？呢啲咪所謂叫咩？火上加油，好明顯係。冇錯，我哋上一次車藍天白雲都落雨係驟雨嚟㗎，好似係落太陽雨或者驟雨咯。啲嗰個259-290咧，嗰日去咗將軍澳測試㗎嘛，應該今晚會同埋219一齊過到時間，今晚一齊去荃灣線，我哋219返去㗎啦，219又翻去荃灣。即係219同259今晚會唔會一齊翻去嘅？即係點解啊？因為219今日做後備啊嘛，做後備。咁陳秋有冇去影啊？咁啊，陳秋今日唔會點解？唱歌。尋晚咧，阿魚蛋頭去咗紅館，又影紅館散場線。但係啊，啲巴士迷一定勁。哎呀，好痕啊！如果巴士迷一定心水先，3嚟嘅。同埋魚蛋頭真係咧，一聽起呢個人咧，真係啲人都會恨到真係。其實係記唔記得咧？嗰個187-218咧，喺白頭過夜之後咧，就去咗做過夜車，而第187-218。你唔係即係白頭 last day 嗰日嘛？你唔係同我講過嘅咩？係啊，嗰日跟住過夜啊嘛，去到68過夜車，過夜休息緊都唔知道白頭同車住068。你幫我攞嗰啲梅比，我幫我攞梅比迪啊！你自己拎啦。
我無比迪喺入面嗰個我咪無比迪。唔係，無比迪喺最暗格嗰度無比迪。最暗格嗰度啊！係啊，哇！你個袋兩層咁樣。唔該晒，好痕啊！我咬咗咬，但係唔係好痕嗰種。係啊，冇錯啊。啊，好啲啦，好啲啦。放呢度啊！你個袋放呢度。小心小心。冇搞，冇自己錄下都小心，唔好撳錯掣搞cut機。OK 啊，哇，撳咗。冇事啊。頭先就車就突然間唔小心 cut 機。但係不過至少你錄到佢開車嗰一刻㗎啦。啊。蝦飯要作，咦唔係入喎，頭先。呢個係去程嘅喎。呢個應該係 XS 牌啊。試車，哦，呢個特別。TA 7917試車啊！試車啊！好生。我哋嚟烏溪沙站，屯馬線嘅另一個總站。有人要落車啊！而家目前屯馬線係即係做咗全港最長嘅鐵路啊嘛。烏溪沙站有人要落車啊！哇！好大隻牛喎！邊度啊？裏面啱嗰個啊！嗰度有一專程路線682。我資料真係講，我資料真係150嗰次出現，所以知道下一部係呢一部 M Train 㗎，連我都唔知道啊！冇人知道。怪之經過嗰陣時見到隻牛喺度啦嘛，係嘛？有牛。上次我有一次同老豆行過嗰個金山啦，即係馬騮山嗰度，喺嗰個咩九龍水白水塘嗰度行過。好多牛啊！好多馬騮，所以隨身唔好帶嗰啲香蕉嗰啲，因為費事嗰啲馬騮會即刻衝嚟搶你嘢。即係佢哋落嚟揾嘢食㗎喎。係啊。馬騮啲智商係咁高，一見到香蕉即刻衝嚟搶嘅，係啊，有時會搲損啲人㗎真係。見到啦，見到佢盡頭啦。係啊，屯馬線嘅最盡頭。呢度啊？因為佢個掉頭路軌定唔知咩，即係唔夠長，所以截咗呢度掉頭。呢個都唔係，呢度係盡頭嚟㗎，可能係啊。應該係繼續行啦，應該我哋去離安村嗰邊啊嘛，離安村。呢個馬鞍山市中心啊。途經烏溪沙站㗎嚇。烏溪沙站啊嘛，就係嗰邊啦，啱烏溪沙站啱。巴士專用喎，呢度係。係啊。兜水。入馬鞍山站，唔係喎，烏溪沙站喺度係。烏溪沙呢個烏溪沙。682喺邊度？682。啱啱後面有架獅走嘅。哇！大佬點搞啊咁樣？我覺得咁樣唔係幾好，我霸住成個巴士站咁樣。咪係咯。前面中途落嘅有啲人係89D 去烏溪沙。係啊。到咗啦，已經89D。到189。唔啱啊！呢一度。有人上車。呢次係一 P 喎。PS 你睇下，你電話有冇事啊？我冇事，炒咗。點算啊？做咩有冇電啊？
係啊，好似可能係咪停機，自動停咗機啊？懷疑係手機過熱得滯啊，係嘛？啊，你點咗杯睇啊？你好似係。啊，你做咩？你部手機自動停機係因為佢可能過熱有啲熱得滯咯。你俾佢單下先啊！你俾佢。可以啊。大長 Tel 今日有冇影啊？梗係冇影啦。點解？因為我哋影埋呢條線，我哋得翻270同520。你係咪想今日即日錄晒4條啊？係啊，我想錄晒佢係我最大嘅夢想。因為之前我都試過有一次想真係你嘅，都追到好大我大到而家呢一天係冇屈機啊！我啦，係咪屈機啊？而家係啊，屈機。89D 去盲田站。你見 Perry 件衫咧 Felix，我可能要再補翻影581線啦，係嘛？咁 Perry 咧 Felix，你見 Perry 咧？唔好問啦。阿 Felix，你嚟緊係咪話想錄290X 啊？係啊，之後我好想一齊影啊！但係不如揾長 Tel 影得唔得啊？長 Tel 雲海去落禾沙，去落禾沙，我哋應該係嗰邊。陳百強，我有19號線，我有陳百強嗰首歌啊，係嘛89S 今宵多珍重啊！巴士行車片段配嗰個係水泉澳村嘅去。89S 嘅線啊，係嘛？沙田中心，如果想坐上水泉澳就得288，坐288上去。都係83叉啦，係嘛83下83X。290X 睇下嚟緊，即係你平日。你睇下你平日得閒，或者定係下個星期6日咯。我好想約你下個禮拜。你得星可能故障到。你得星期6日得啊？係啊，星期5都得嘅，星期5都。哦。我基本上如果星期5話我下星期5唔知係咪要同個 friend 睇，應該禮拜6先得。下星期89S 去翻烏溪沙站。我而家過緊去啊，係嘛？我唔可以遲過4點20啊，而家。OK， 你最後你翻應該去到馬鞍山站，應該就要搭去鑽石山轉觀塘線，再轉將軍澳線。啱。因為以前咧係未有以前大圍中呢站嘅時候係冇車去到噶嘛。冇車去到就得要搭東鐵線去九龍塘站轉到觀塘。因為九龍塘站就疏導咗人潮啊嘛，疏導咗。係啊，九龍塘站。哇，高溫啊！我真係高溫啊！可以停咗機啊，係嘛？哦 cut 高溫部機過熱搞到 cut 咗機。係啊，可能有太陽出嚟啊，係嘛？無啦啦太陽啊！你知道今晚咧會有一列列車可能會落港島線177咯，今晚你知點解啊？177-2係因為佢行咗港島線好，因為佢大收完之後咧，仲佢用夜收啊177。係啊。219今晚去做過，今日去做後備啊嘛，做219。我上次我坐到嗰架靜音無框。我話嗰架177-200。而家243大收緊啊嘛，243。係啊。243-244。因為243，因為正當個白色門框大收嘅時候咧，177、243係要待177好長時間，177呢啲點解啊？知點解243要待177好長時間？知點解177要待243要待177啊？而家係咪暫時因為要補做？因為係咪有啲車係攞嚟做後備啊？唔係，因為173要大收，所以243要頂佢個位度咯。知點解要碌下243過去轉啊？243，因為之前試過171同243係互換㗎嘛，互換列車咁交換身份㗎嘛。171就講好似去中央路線，243就全部代講好似代173啊嘛。代173。我小要心啲啊！小心啲啊！小心啲啊！小心啲啊！撳住撳乜？我要叉我條袋啊 ！OK， 係，冇事，我呢度，我黐10小時。之前咧197咧係代215㗎嘛，知唔知啊215-200。215-200嘅，係啊，佢之前大收過㗎啦，喺2020年。你知215最一次收費係幾時啊？大概2個月前。係5年，係最新一次收費係2020年㗎啦。5年前啊！5年前，你講嘅係咪 A28、A215？係啊。我上嗌嗰架係 A200。佢有201啊嘛，就同埋202啊嘛。201。
件事。我仲將呢個圖 send 咗港鐵近鐵動漫嗰度咯，都好全四架即係兩架官，一架 Q 一架 C 三架 M。犀利。你知道有28年啦，而家有28年 Q 出咗28年。28。係啊。15年就住咗喺邊度啊嘛？15年。點解講到先？15年就住咗港鐵，15年住咗觀塘市咪得731-786啊嘛。Misaki 我用咗呢個2657啊，邊嚟好呢273-250-2627都係前觀塘線車啊嘛。係啊。啱啊。呢都係有部分都觀塘線車，除咗呢架101-166，所以 Miko 用咗呢架101-166。而家佢留廠啊，都。又話101-166。係啊。YP 553-287。係啊。上次就喺啲幾個飛行隊就係坐呢架車，喺西沙嗰度撞到你。係啊。原本我5月11號想約你去影280，佢想約你約580㗎，記唔記得啊？點知你唔得閒？你會影最終就會影580最終。最終啊，我好似錯咗一轉咯。有冇拍片啊？580嗰日。我錯咗來回一轉好似。錄唔係喎。我原本想約你今日嗰日，你唔記得咗咩？係啊，但係嗰日咁啱等你嗰度咧 WhatsApp 你又唔覆我，我咪唯有自己錄住先，我錄咗轉。咁 Perry 件衫咧 Felix？ 冇啊，冇。點解你唔中意 Perry 嘅？你中意 Perry 噶嘛？但係 Chantel 今日有冇影先？冇啦。Chantel？有啊。有。即係個答案係唔會有咯。我約咗 Felix。47%，哇！86K 嘅電頭，佢呢個光點解會咁熱嘅？87D。好真啊，可能因為車都好震。溫度較高啊。係啊。我哋又兜咁。可以揾我呢冇人上車。冇人上 OK 嘅，冇人上 OK 嘅。轉頭我哋就應該過先，我哋應該喺呢度搭港鐵去大學站。87K。我頭先另一部啊，另一部87K。我睇我呢。旺角去佐敦去尖沙咀87D。87D 去呢個旺角嘅紅磡站。頭先我媽個 S 輪翻頭先嗰部。不如試下 L 啊。係咪停咗啊？冇停啊。OK 啊。你仲係 roll 緊機啊你？頭先唔講一知點解，我唔知點解要停機咯，真係太熱啦係嘛？應該佢哋部機過熱咯。係啊。即係叫我退出停職啊係嘛？直接即係 cut，佢應該係自動 cut 咗你機咯，佢係自動。因為有感應到太熱㗎。感應到過。我坐87K 係咪？我哋87K大站87K 喎。去大87K 快啲係嘛？係啊，87K 快啲啊，87K。87D 就縮短咗嚇。係啊，落下站。所以冇處理好吧？喺度翻去先啦。我哋點解我呢部機係咪嗰度回地？我唔係俾咗你嘅咩？俾翻咗啦，放咗嗰度啦，冇嘢啦。我咪係咪停機啊？係咪幫你？停機，唔該晒。